這天有村民舉報，山上死了一只羊。巡護員李東偉判斷，有可能是大型猫科动物所为。最近在这片区域，家畜被袭事件时有发生，有没有可能是东北虎回来了？红外相机是寻找老虎的利器。猫科动物非常机敏，正常情况下就是很少是在野外能遇见。当你看到老虎的时候，其實老虎已經凝視你100次了。半個月之後，一隻東北虎真的出現在這台紅外相機前。這隻老虎注定要成為這片森林真正的傳奇。它第一次出現和這次出現都是在10月份，我們就叫它10月吧。它在這裡已經經歷了本世紀第1個虎年的酷暑和寒冬，又即將經歷本世紀第2個虎年。這會兒，漫長的冬天又將到來。在東北亞溫帶針闊混交林中，我們看到以紅松為代表的植被養活了大量的野生動物，進而形成複雜的食物鏈。而體型巨大的東北虎，則在這片森林食物鏈頂端傲視眾生，掌控着食物鏈和生態系統的穩定。因為長甸它大於了10.5，初步可以確認為這是一隻成年雄性的東北虎。一隻雄虎，這讓整個團隊感到振奮。這個东西你看，它往上走了之後，來到這棵樹上，它在這個樹上進行了標記，就是在我們林區裡，老虎就是很常見的一種標記的標記樹。老虎在這個臭化樹上留下了毛髮。有这個手持火焰信號彈，能解掉一個心疑，最起碼就說明了我身上就有一個防身的工具。如果真遇到野生動物，這個燃放了以後，黃金60秒，人就是可以安全的撤離這個現場。